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常樂影餐 channel。我叫嘉良，大家可以叫我做邱師傅。我係註冊護士黃姑娘，我係註冊社工黃姑娘。邱師傅啊，我想問下咧，係咪樣樣食材都可以製作精緻軟餐呢？若果以菜同埋肉類為例啦，究竟邊樣嘢製作會係比較容易，而邊一樣嘢製作會比較複雜呢？咁喺我哋一般平時食開嘅食物，其實都可以製作精緻軟餐嘅喎。不過要留意啦，要去除食物嘅骨頭啦、硬殼啦，同埋佢果核啦，因為呢啲食物咧都係難以去攪拌至順滑，咁會釀成危險嘅。咁喺蔬菜方面咧，馬鈴薯或者係甘筍咁樣呢啲咁嘅食物咧，佢纖維比較低，同埋水分咧都比較穩定啊，就容易啲製作軟餐啦。一啲蔬菜例如冬瓜、洋葱，水分較高嘅，我哋就要注意嗰個酵素同埋水嘅比例啦。咁我哋製作一啲西芹呢啲咁高纖維嘅蔬菜咧，我哋就要攪拌至順滑先好用啊。咁我哋用肉類咧，的而且確比蔬菜嘅水分較為穩定。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啦，肉類可能有啲根莖啊、根位，或者係一啲粗纖維。咁我哋一定要咧攪拌至順滑。咁可能有時要攪拌得耐啲，或者用一啲大馬力啲嘅攪拌器啦。多謝晒咧邱師傅分享咁重要嘅技巧啊！不過咧，最重要護老者咧要屢敗屢試嘅，喺製作嘅過程入面咧，唔好怕嘗試多幾次，咁我哋咧一定可以咧更加掌握製作軟餐嘅技巧㗎。今日嘅分享完畢啦，多謝晒邱師傅，我哋約定大家下次見，拜拜。